關於冷氣達人，安裝冷氣機是每個家庭必須的服務之一。冷氣達人擁有專業團隊，提供全天候24小時即時上門服務，無論何時何地，只要你有需要，我們即時到府為你解決冷氣安裝問題。我們更提供冷氣維修、清洗、通渠及定期保養服務，全面呵護你的冷氣系統。為何選擇冷氣達人？專業團隊，經驗豐富，24小時即時上門，價格清晰透明，無隱藏收費，真人客服，快速回覆，全港服務，即叫即到。實用技巧，安裝冷氣機注意事項，選擇合適功率的冷氣機，避免耗電浪費，確認安裝位置有足夠空間及通風良好，安裝時注意排水系統，避免漏水，定期檢查及保養，以確保冷氣運作順暢。冷氣機安裝常見問題 FAQ。 冷氣安裝需要多長時間？一般安裝冷氣機約需1到2小時，視安裝難度而定。24小時即時上門服務收費較貴嗎？不會，我們所有服務收費透明一致，不額外收取即時服務附加費。安裝冷氣後有提供保養服務嗎？有，我們提供後續定期保養及清洗服務，保障你的冷氣長久使用。我應該如何選擇冷氣機的大小？我們的專業團隊會根據房間大小及用途提供專業意見，確保適合你的需求。